我終於有覺好瞓啦！今次為大家實測一款專為上下格床而設、最舒適嘅薄身床褥。先帶大家 room tour 一下我上床下櫃加書台嘅小型房間設計。小型房間想空間最大利用化，又怕組合床架會受高度限制有頂頭嘅情況出現。呢款只有13cm 薄身設計厚度嘅床褥就最適合小型房間。無論係組合床、子母床定係上下格床，全部都適用。挑選咗呢一款 Ecosa Essential 床褥。呢款盒裝真空床褥係一款針對香港而設嘅薄身床褥，一盒送到，方便搬運，特別適合我呢一啲上格床。Essential 床褥有3重核心優勢，打破咗薄氈就等於唔舒適，護脊就等於厚重嘅傳統概念，犧牲咗厚度都可以有承托。7區獨立袋裝彈簧，令脊椎自然對齊，完美貼合身形，結合優質適壓海綿，帶嚟全方位舒適。床褥仲採用咗天絲面料，可以保持清爽睡眠，仲強化咗床褥邊緣支撐，提升穩定性，非常適合追求精準護脊嘅人群。仲有100日試睡保證，唔中意嘅話可以 full refund，免費最快第2日就可以送貨上門。Ecosa 帶俾你無與倫比嘅舒適睡眠之感，你哋都快啲體驗下啦！